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5年12月23號，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啊！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今集會講一啲 iPhone 嘅消息，同埋一啲科技界周邊嘅花生事。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但係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址。唔阻大家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做芯片咧就需要用呢個嘅光刻機嘅，而中國嘅光刻機咧就一直都俾呢個歐美國家咧去制裁住，唔俾輸入一啲 EUV 啲高端嘅光刻機嘅，尤其是近呢幾年。根據路透社嘅報導，中國科學家喺深圳嘅一個地方嘅實驗室入面咧，就成功打造咗一部極紫外線即係 EUV 嘅光刻機入面嘅原型機。報道就指呢一個嘅突破就標誌住中國喺半導體領域咧又向前邁出咗一步好重要嘅一步，亦都為到中國取得頂尖嘅科技咧，亦都為一直試圖阻止中國取得尖端科技嘅美國咧潑咗盆冷水喎。咁陣間同大家講多少少呢部嘅 EUV 原型機呢一部嘅中國所謂嘅自主研發嘅 EUV 光刻機原型機就喺今年2025年年初咧就已經砌好咗噶啦，而家就去到年尾就測試當中喎。其實 EUV 嘅光刻機咧係用一啲極幼細嘅紫外光光束喺呢個嘅直晶圓上面咧，就畫一啲比人類頭髮仲要幼細1000倍嘅電路係先進嘅 AI 嘅芯片或者其他嘅高端芯片咧，例如智能電話、武器系統等嘅晶片咧就不可或缺嘅。其實之前有消息指咧，中國都可以利用到 DUV 即係冇咁先進嘅光刻機做到呢個咁先進嘅製程呢啲咁先進嘅技術一直俾呢個阿斯麥克 ASML 去壟斷咗嘅。但係咧呢一部機有指咧就係將舊嘅 EUV 機嘅零件搬嚟搬去搬出嚟嘅啫，即係可能 A 呢部就壞咗呢兩三 part 就唔用呢兩三 part， 跟住就攞 B 嗰部咧嗰幾粒零件就去補上即係左砌右砌，砌積木咁樣砌出嚟嘅。但係都係叫第一步你砌得出就可以有機會做得出啦。至於幾時真正可以做到呢？咁就未知但係中國嘅最終目標就係可以能夠使用全本土製作嘅設備嚟做呢啲嘅先進晶片從而消除對呢啲歐美國家相關供應鏈嘅依賴。亦都有人透露呢個關鍵圍繞 ASML 前工程師組成嘅核心團隊即係有機會係一啲高薪挖角等等咁唔知大家對美國嘅制裁點樣睇呢？又或者對中國嘅晶片市場製作能力又點樣睇？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跟住落嚟講下啲 AI 嘅消息新程式嘅 AI 咧，我相信大家喺呢幾年咧都用唔少噶啦，即係將下圖做下 PowerPoint 做下文件嘅，我相信大家都見怪不怪，用都用唔少啦。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呢一個嘅技術係可以單憑你噏兩句話我要做架車出嚟，而呢個嘅 AI 就真係幫你做架車出嚟而坐得㗎呢？唔知大家有冇諗過？麻省理工學院 MIT 嘅研究團隊近日就發表咗一套語音轉現實嘅系統只要使用者開口講出佢嘅需求，
機械人就可以喺幾分鐘直接將呢嚿嘢咧做出嚟啦。當然就唔係真係做架車出嚟咧，暫時技術仲未做到，他朝有日我相信應該都可以嘅。呢一套系統嘅核心咧，都係用翻自然語言系統去處理嘅，即係 LLM 同埋呢個生成式嘅 AI 機械人組裝出嚟嘅。研究人員就已經成功讓機械手臂可以做到啲凳啊、書架啊、台仔，甚至乎裝飾等等嘅物件。系統係首先透過語音識別，再將指令交由大型語言模型 LLM 去解釋嘅，跟住再由 3D 生成式嘅 AI 建立該物件嘅數位網絡模型。同傳統製作流程相比咧，呢套系統最大嘅突破就係佢降低咗專業嘅技能門檻啊！而過去設計同製造呢啲嘅模型咧，都要需要大量嘅 3D 建模，即係一啲 CAD 啊，即係用啲 AutoCAD 啊、工業繪圖啊等等，再利用機械人程式去做嘅。而家就用呢套系統咧，就唔需要有呢一方面經驗嘅人咧，都可以直接透過自然語言參與設計同製作，即係你已經唔需要再學 AutoCAD 啊，唔需要學繪圖啊，唔需要命令個機械人點樣做，即係打 command 之類啦，都可以靠把口。我要整架車。我要整個水樽，個水樽要有幾大，就咁得把口講幾句咧就可以噶啦。咁遲啲會唔會噏幾噏就有個機械人出咗嚟咧？咁就唔知啦。大家點睇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跟住嚟同大家分享下就係，大家都應該都知道而家啲 RAM 啊、hard disk 即係 M.2 SSD 咧都加晒價㗎啦，都越嚟越厲害㗎，啲加幅就因為個 AI 問題啊。越南咧有一個細路10歲大嘅細路，就真係唔知佢羅有痕定係身痕啊！就竟然咬斷咗50支 Samsung PM991A 嘅 M.2， 而呢批嘅 SSD 咧每條就512GB啊，而估計嘅損失咧就大概3000至4000美金，大概23000蚊到31000蚊左右啦。呢個細路就真係佢老豆多得佢唔少啦。不過呢批貨咧就佢老豆嘅，有消息指出咧呢批 Samsung PM991A 係屬於 OEM 限定嘅產品，就仲未喺零售市場推出。估計呢名嘅家長可能係同廠商直接嘅關係先至可以攞到呢50支整箱嘅貨品啦。但係呢個細路就真係未試過食藤條炆豬肉咧，咁即管試下，正嘢嚟嘅。跟住嚟同大家講下一啲蘋果嘅消息啦。蘋果早2日咧就向測試計劃嘅參與者發佈咗最新2個嘅 beta 版本嘅 iOS 啊，分別係 iOS 26.3同 iPadOS 26.3。呢2個嘅 beta 版咧就提供咗一個更加簡單嘅方法，同使用者其他嘅 Android 設備咧去互聯互通啊。其實早前 Android 都有相關嘅消息流出咗嘅，就方便大家換機過資料嗰陣時用嘅。而呢一個嘅舉動咧，某程度上就係拜歐盟所賜啊，因為歐盟嗰邊就搞到蘋果咧就要允許使用者將通知從 iPhone 轉發到第三方可穿戴嘅設備啊，同埋亦都要將呢啲同 Android 嘅版本互聯互通到啊，即係包括個 data 啦。但係當同啲穿戴裝置聯繫咗之後咧，
通知就冇辦法再喺個 Apple Watch 上面做顯示咯喎。咁唔知點解啦，咁就要問翻蘋果。蘋果同 Android 機啲資料可以方便地過嚟過去，即係方便換機嘅話，我相信大家都覺得一件好事嚟嘅，起碼方便轉會啊嘛。唔知大家點樣睇，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而今集嘅內容呢，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鍾唔鍾意我為大家嘅選材，但係都要 CL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喺影片最後記得清理好啲花生碎啊！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 我嘅影片，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